人次直接下降88%，可見徵收門票能上升，降低有心人士破壞嘅機能，留低願意付出而且真心愛該物種嘅市民，繼而直接令生態保育區減少破壞，並能平衡真心有心做保育嘅市民意願以及保育環境嘅需要。第二，賺取門票收益，趨向持續保育。要搞好保育，事實上需要資金支持。舉個例子，鳳羽蝴蝶保護區2年嘅保育涉及負荷高達173萬港元，引入收費模式就能夠比以往賺取更多收益。例如，真心喜愛環境或特別物種嘅市民交嘅入場費，從而政府就有更多資金可以更好咁樣解決而家有嘅保育問題。可見當政府能夠通過生態保育區嘅收費模式賺取收益，就能夠有更好咁樣處理保育問題，從而比以往更趨向前進。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17秒，有超時需要扣分，評判要喺分子上扣除5分。法官主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應該開啟計時試驗。主席、評判在嘅各位大家好。香港嘅生態保育區包括24個郊野公園同其他受保護區域，涵蓋全港約40%嘅土地，係市民同旅客嘅重要康樂同教育資源。但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太多遊客會破壞生態環境，保育需要更多嘅資金，所以今日有方想要透過收費模式嚟解決問題，但係收費模式從來都唔係良方，反而係阻力。而且有方同學今日嘅方案好粗疏，面對20幾個郊野公園、幾十個受保護區嘅時候，到底邊啲應該要收費，點樣收費，條界線點樣定都係模糊不清嘅時候，唔可以話收費就收費。2025年政府施政報告指，香港將重要發展生態旅遊，期望為香港帶嚟經濟新動力。但係發展生態旅遊嘅關鍵時期，有方同學就選擇增加門檻，加收門票，到底咁樣係咪同政策背道而馳呢？因此，我方衡量辯題嘅標準就在於引入收費模式係咪最有效嘅解決問題嘅方法，以及能夠促進可持續旅遊。我方反對辯題基於以下2點：第一，成效存疑。引入收費模式需要建立複雜嘅行政系統，包括票務設備、收費站執法人員同埋監察機制。香港嘅郊野公園分布泛濫，地形複雜，例如西貢或者麥理浩徑嘅大霧沙入場點眾多，設立收費站嘅成本極高。有方同學點樣可以確保引入收費模式之後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並且支撐長時間嘅保育成本呢？再者，香港嘅生態保育區並非全部都具備高商業價值，例如偏遠嘅南山圍或大棠郊野公園，遊客量本來就少，收費可能導致收入微薄，根本無法抵禦行政開支。而香港正處於遊業復甦階段，尚未回復至疫情前遊客水平，但係收費模式就會增加經濟門檻，減少遊客嘅吸引力，導致香港生態經濟競爭力下降。呢個反效果同施政報告嘅目標背道而馳，無法促進可持續旅遊。第二，扭曲本質。開設郊野公園嘅目的係為咗保護大自然，以及向市民提供郊野康樂同戶外教育設備，而從來唔係應該係賺錢嘅工具。香港嘅郊野公園一直免費開放，引入收費模式，等同於將保育區從公共資源轉為商業資產，改變其免費其用嘅本質。商業管理將營運重點同保育轉向盈利，資金可能被轉用或行政同宣傳，而並非真正保育。保育區嘅教育功能亦會受損，收費增加得到環境教育嘅門檻，到頭嚟淨係換到4個字：因小失大。我哋可以見到新加坡嘅萬泰野生動物公園，採用興建基建帶動高人流及車流等方法發展生態旅遊，結果就係導致熱帶雨林生境受損，
物種如馬來穿山甲，因遊人車輛急增，路殺個案飆升。其實雙方都同意要以保育生態環境為出發點，而今日有方同學完全忽略其必然性。我哋可以見到喺現制下並唔一定要依靠收費模式。最後想問下游方同學，收費模式有咩獨特嘅優勢必須要引入？具體方案係點呢？多謝各位。反方注結發言時間為3分36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決着對着高中單挑環節，請雙方各自派出1名高中隊員，準備可以開始試。請問有嗰個辯題咧，生態保護區係咪淨係包郊野公園㗎？生態保護區真係保護區咧，就係包郊野公園啦。咁可能仲有啲 O Park 嗰啲都係計落郊野公園度㗎。即係計落生態保護區度。咁咩叫包落郊野公園度啊？所以好簡單，主辯開出嚟咧就同咗你講話生態保護區咧冇一個明文規定嘅定義啊嘛，所以好簡單就係具有生態保護價值嘅先至計。所以問翻有冇話郊野公園有啲咩咁具有重大嘅保護價值？而家有22個郊野公園同埋20幾個嘅保護區，咁嗰啲全部都唔係郊野公園嚟嘅喎。咁我想問啦，如果好似有班同學咁講，全部都要收費嘅話，咁要由邊一個去管理？呢一筆錢由邊一個拎出嚟咧？所以咪話政府冇明文規定呢個嘅定義，所以我方咪直接同咗你講咯，佢有生態保育價值嘅地區，例如米埔自然保護區嗰啲，通通我哋同佢收費嘅話，咁樣有咩問題啊？原來好明佢收費呢一個，有可能佢收費呢個説法係咩意思？所以喺米埔自然保護區嗰度，我哋建設嘅啲咩啊？咪就係我哋喺嗰度建設一個過渡區啦，然之後喺過渡區嗰度有一個入場處啦，得一個入場處同埋出口嘅地方，然之後喺嗰度就收錢啦。想問有關有咩管理上面嘅問題啊？等陣先，有可能你過渡區嗰啲嘢全部都要錢，你收費都要錢嘅時候，咁點解唔直接將嗰啲錢擺落去保育區、保育生態咁樣好咧？咁有咩衝突啊？點解我哋唔可以做埋啊？做埋有咩問題啊？咁點解唔直接簡單直接將嗰段收費擺落去生態保育度？咁咪更加好可以做到港府要做到嘅可持續旅遊咯。所以有幫你同意要經濟收益，只不過係方案上面差距，做咩有咩差距啊？如果全部保育區都要收錢嘅時候，咁係咪全部都要收同一樣嘅錢咧？咁收多咗錢嘅時候，咁你咪更加少咗人去呢啲保育區，咁咪做唔到有乜同我講嘅經濟收益增加咯？邊個同你講話每一個一樣嘅錢又嚟得成啊？所以好簡單就係、例如米埔嗰啲區，我哋收個入場費咯。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正係由以前唔需要收錢，去到而家收多咗錢，咁樣咪多咗錢，咁樣唔係好咗咩？唔係好咗啦，因為嗰啲錢可能係用喺行政費用身上，嗰啲根本都唔係擺落生態保育度嘅。咁點解唔直接將嗰筆錢擺落去生態保育度啊？有乜同學？咁咪正係因為咁樣可以可持續地去進行保育咯。咁樣嘅話，我哋以前根本就冇任何嘅以前根本就唔需要收錢。咁我本身都有嗰筆支出，然之後我而家再收多一筆錢，咁咪有兩楷錢，咁咪多咗啲錢，然之後做到保育做得更加好咯。有冇同我哋乜嘢？反方單挑時間已經用盡，正方尚餘3秒，可以準備開向嘅時間。生態保育區都唔一定要發展嘅，好似有方同學第2段所講。對各位。正方時間用盡之後，有請正方一副3分嘅發言時間，準備開向嘅時間。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咧，有方開辯我哋開辯嗰陣，有方冇聽清楚。有方話點解唔係要涵蓋所有郊野公園咧？郊野公園都應該係納入嗰個討論範圍。但係有方咧，今日就係唔識得平衡取
要啊嘛。所以今日點解我哋要平衡？就係我哋要顧及市民需要，例如郊野公園係平時市民可能一個月會去一次，市民去做咩？去燒烤啦，去行山啦，去跑步啦，呢啲係康樂用途，主要目的唔係為咗保育啊嘛。所以有方你要解釋俾我聽，你要立郊野公園，郊野公園究竟有咩咁有價值，必須要納入我哋特登要去揼筆錢去保育啊。所以跟住有方咧，其實都同意要保育，同意要錢嘅，佢只係擔心緊咧我哋個成效問題。因為有方咧就同我哋講話，其實你嘅立場矛盾，咁你又要賺錢，你又要減人流，咁你究竟係要多人定係少人咧？其實我方立場好簡單，我哋嘅首要目的唔係賺錢，而係做咗保育先，減人流係首要需要做嘅嘢。其次，我哋有嗰筆錢先去發展保育。有方又問啦，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直接將嗰筆錢抌入去保育，而係要將嗰筆資金去搞到咁麻煩咧？好簡單，今日數據就係同你講緊話，就例如喺呢個大埔環保會呢個鳳園保護蝴蝶保護區，佢要單係保護呢個保護區1年就要用到成100幾萬。有方同我解釋啦，究竟你抌完呢筆錢入去，你如果係冇辦法將呢筆資金去循環使用嘅話，咁政府係咪應該無限抌錢入去咧？政府可以抌錢抌到幾時咧？所以有方咧今日佢只係擔心緊成效問題，但我方今日方案好簡單，就係我哋要有一定價值嘅，我哋咪去發展咯。我哋就盡量取平衡，我哋希望唔影響，即係盡量唔好影響市民咁多嘅同時，我哋可以有一筆錢，同埋最緊要就係去令到一啲景點去少啲人，唔好再有破壞。正如我方主義所講，而家橋咀都發生咗咩事咧？就係4000個人一日湧晒入去，踩死晒啲珊瑚，然後就攞個煲過去，跟住係捉啲海鮮上嚟煮。有方覺得呢樣情況唔應該規管咩？難道唔應該去限制人流咩？所以有方今日一係你就加個反方案俾我，究竟你有咩反方案可以取代到我哋方案嘅利處，再去同我講點解我哋唔應該去咁樣做。其實在座各位，即係遊客係一直嚟緊，就例如係有方話遊客其實少咗好多，根本就冇人嚟。但係我哋而家見到現況咧，就係米埔一直有持續嘅人嚟啦。所以有方今日要解釋點解唔需要呢一筆一直穩定持續嘅資金去運作。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0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下來有請反方一副有3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要討論今日辯題，我哋可以從2個關鍵字出發。第一，生態保護區。現時全港有幾十個保護區，如果而家每一個都係有唔同嘅保育價值，有各種各樣嘅生態動物生活緊。如果要一刀切引入收費模式嘅話，要點樣衡量邊度收多啲錢同埋點樣收呢？現時因應唔同敏感度嘅生態保護區，政府都有唔同嘅做法，例如香港仔郊野公園同埋大欖郊野公園都引入自動大數點算器，計算遊客嘅人數，以便更加好嘅管理。米埔以預約制控制遊客人數，到底現時嘅狀況到底有啲咩問題？以至於有方同學想要改變模式，以收費呢一種商業模式嚟管理保育地區呢？現時生態保護區已經係可持續發展模式管理，實行咗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土地業權人已經要向政府繳付一筆可以產生足夠嘅正常收入，維持以保育地區嘅長遠保育工作嘅收入，所以根本唔需要額外嘅收入。第二，收費模式。今日有班同學要引入收費模式，到底模式嘅具體措施係點？有班同學要再詳細交代。經濟學者話，要引入收費模式，填補保育嘅開支，仲可以開設一啲周邊嘅營舍，餐廳收入增加等等。但係到底今日係要以保育為主，定係以賺錢為主呢？如果係要以保育為主，咁控制人數、定期維護已經做到嘅目的嘅時候，收錢嘅目的到底喺邊呢？所以講穿咗，收費模式就係要開咗商業化嘅頭，收得錢唔只要覆蓋成本，仲要賺錢，咁就要吸引到遊客嚟，就要開設更加多嘅周邊設施。咁到底最後係保護咗環境，定係傷害咗佢本嚟嘅面貌呢？啱啱兩位同學話免費，咁就可以而家郊野公園同埋保育設施免費，咁就令至太多人入場，導致佢嘅承載力不足同埋破壞上升咗，咁就做唔到保育。但係一次
整入場費同埋收費，去令到入場人數下降，去降得佢個破壞力。我個同學係同意要將入場人數減少，但係咪一定要用收錢嘅方法咧？當然唔係。好似我啱啱講，好似香港仔郊野公園等等，佢哋都係用自動大數點算器去控制佢個人流，同埋米埔都會用預約制嘅方式去控制人流。咁其實將呢個入場人數減少嘅問題就已經解決咗啦。咁唔使錢又可以減少破壞，唔係更好咩？有方同學。再者啦，保育要錢，所以其實政府一直都有相關嘅資助，例如鄉郊保護資助計劃已經係郊野公園為郊野公園嘅維護作出補助，已經足夠維持嘅時候，到底點解而家要需要更加多嘅收入呢？我當然明白錢係冇人嫌少嘅，多咗仲可以攞嚟做保育，咁嘅所以更加好。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你將重心變咗賺錢嘅時候，會唔會反而失去咗保育嘅意義呢？最終會將錢攞嚟宣傳，攞嚟做周邊收費嘅服務嘅時候，又有幾多係真正用喺保育身上呢？多謝各位。反方一股發言時間為3分1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下來有請正方二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開場計時。在各位大家好，先好快咁拆咗個定義問題先。生態保育區講緊啲咩？保育生態嘅區啊嘛，好簡單。今日咧政府嘅資料同你講啲咩咧？郊野公園、海岸公園等等嘅受保護地區，齋保護嘅啫。咁呢個係生態保育啲乜嘢咧？所以好簡單。今日我方方案底下就係將嗰啲米埔啊、米埔自然保護區啊，或者沙鹿洞呢啲等等有好多瀕危物種具有個重大最重大嘅呢啲保育價值嘅呢啲地方納入我哋嘅討論範圍之內咯。所以去到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咧今日油方咧今日油方最擔心嘅咧就係原來個成效不彰。但係問題嚟啦，直接睇翻我方方案，我哋整一個過渡區喺中間，然之後收錢，到底有啲咩問題咧？我方就唔理解啦。所以咧今日油方咧油方嘅立場咧就係、其實咧所以我方好簡單，就係、現時咧有方咧就係將一筆支出就係抌去保育當中啦，而我方咧就係將呢一筆嘅支出就轉化成為啲人咧可以嚟嘅一個途徑啦。咁然之後咧轉化成為嗰啲本身係唔需要收錢噶嘛。咁咧佢有方咧淨係會將啲支出抌去做保育工作上面啦，而我方咧正係令到啲人嚟，然之後我哋收咗錢，然之後持續咧都有咁多人嚟嘅情況底下，我哋收咗錢之後咧，咪正能夠達至一個長期嘅保育，而唔係好似有方咁短視，淨係識攞政府嘅支出出嚟攞。所以去到第二點啦，就係咧今日有方又話兩者平衡唔到嘅，就係你又要賺錢，你又要人嚟，咁點算？但係我方立場好明確啫嘛，正就係我降低咗個人流，但係我降低咗人流之後，嗰度有入場費噶嘛，入場費有筆錢喺度啊嘛，咁以前係冇呢個入場費存在啊嘛，咁呢個情況底下，咪正多咗一筆錢可以轉去保育度咯。所以去到第三點啦，就係今日咧油方咧佢最擔心嘅咧就係最唔理解嘅咧就係保育本質上嘅問題係啲乜嘢，保育嗰個嘅本質係點樣？今日油方咧係提倡越多人入去越好嘅，其實佢哋想越多人進入呢啲生態保育區咧，就能夠親身去體驗到底點樣保育啦。但係個問題正係保育呢件事，如果現時今日油方你冇睇到現況嘅問題係點樣啊嘛？現況出現咁多嘅破壞情況，正係因為嗰個地區嘅承載力本身就不足啊嘛，所以我哋先要去降低個人流啊嘛。咁所以咧油方嘅立場咧上咧其實都同意要做人流管制嘅，只不過咧擔心收錢咧就會收錢咧呢件事唔啱。但係個問題係收錢到底有咩問題咧？油方從來冇解釋過咯。所以到最後今日現時面臨嘅境況咧，就係每一個保護區，每一個所謂嘅保育區咧，佢哋現況咧都唔夠資源去進行所謂嘅生態保護啦。所以呢個情況底下，我哋正係要盡快達成呢件事，然之後降低個人流，然之後攞入場費，從而去做身後面題所講嘅嘢咯。多謝各位。正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15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下來有請反方二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開場計時。
最終嘅目的都係要做好保育以及控制人數。但無論係咪引入收費模式，都可以透過預約或者係計算承載力等方法控制遊客人數。至於遊客造成嘅破壞，都可以額外再作規管，從來都冇必要去做收費模式。而收費無論係以邊一種模式，最終想要嘅嘢都係想獲得資金，而帶咗資金就可能要做各種嘅宣傳以及加設收費嘅項目。呢啲有關同學都難以確保唔會對環境造成破壞，最終錢未必用於保育，而環境都有可能受損，得不償失。第二，界線模糊。我科當然明白絕對道造成嘅環境破壞需要改善，因此我科從來都冇否認過要喺管理上面作檢討。但問題就係、並非所有嘅生態保育區都有被破壞嘅情況，調取到只係幾個個例，而今日要為咗呢幾個個例去令到全部嘅生態保育區都加收費用，根本就係多此一舉。正如嶺南大學許天恩助理教授認為，如缺乏合適嘅教育優先政策，硬推生態旅遊注定失敗，以基建帶動及炸派市總標，隨之而嚟嘅破壞將難以逆轉，令生態及旅遊皆不可持續。現時面對嘅生態高敏感性區域，亦即係因為較容易因為人類去造成被破壞嘅區域，已經限制咗任何人嘅進出，以期把對野生動物嘅滋擾減至最低。所以政府已經有唔同嘅保護區作唔同嘅規劃。點解今日有科同學仲用新模式去取代本身行之有效嘅方式呢？更重要嘅係，當全港已經有超過40%都屬於保護區嘅時候，到底可行性喺邊度？有科同學都交代唔到。其實生態保護區嘅作用從來都唔止係保護生態，佢更加係提供咗教育或者係康樂等用途。呢啲係珍貴嘅自然資源，但當今日嘅資源從免費共享變成消費嘅商品，環境教育多咗門檻，學生就會少咗免費教育嘅機會，一家大細亦都會少咗家庭嘅康樂活動。係咪真係符合政府設立郊野公園嘅原意呢？郊野公園嘅目的係為咗提高市民欣賞及愛護郊野嘅意識。漁護署其實一直都有推行一啲活動，例如郊野遊蹤幼稚園教育計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等等嘅公眾教育活動，以提高愛護郊野嘅意識。多謝。反方議決發言時間為3分09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初中自由辯論環節，所有初中議員必須依此環節發言。如果積分咁樣可以向第時先。我想問收費模式有咩問題？個問題就係在於。收費模式嘅問題就在於，佢而家收費模式就係為咗減少人流啊嘛。但我哋並唔反對減少人流喎，而家係點解一定要有呢筆錢咧？你反而你而家整呢個收費目標，咁你咪你就要政府出一大筆錢去整呢個收費位，咁咪令到你點樣？你整完呢個收費位之後就減少咗人流下降係啱啊，但係你邊度保證你整完之後啲人流下降嘅入場費可以翻佢之前嗰個入場嗰個收費位嘅成本啊？有一陣時，我科今日從來冇講過賺錢係好必要喎。咁而家同你講數據啦，而家5個地方即係攞米埔做例子啊，就係因為政府唔去資助，所以呢個基金會佢自己貼咗300萬落去啊嘛，好唔好啊？但係保育就係為咗有心人做嘅。我方唔衝突㗎，就係而家我哋講緊話，我哋收呢個入場費咪有門檻，有心人咪會俾呢筆錢去做咯，有咩衝突啊？我想講因為現時社會有啲基礎嘅市民，
人們能增加，人類會遊客會減少，所以點樣可以確保佢收嘅錢一定可以翻轉頭？首先解入有方第一個問題先，我唔知有幾多啲基層嘅市民係真係連可能20幾蚊都負擔唔起嘅。其次就係點樣？咁而家問你現況啦，你究竟係擺住咁樣唔理政府一直蝕錢，甚至佢都唔理呢件事嘅時候，定係我哋有一筆錢去舒緩呢個問題？有方同學，你依家係將成件事商業化成個問題，但係政府本身嘅原意就唔係為咗要收錢，20幾蚊嘅乘客又可以增加咗啲乜嘢呢？所以有方今日咧，從來都冇論證過商業化有啲咩咁大嘅問題，佢只係不斷同我哋講本質有問題，本質有問題，從來廢書都冇講過。何況今日有方咧唔清楚現況，唔清楚政府發展方針係咩？而家政府就係因為唔夠錢，佢已經去搞緊生態旅遊，去發展4餐。咁你同我講，究竟有咩衝突？正方發言，反方發言時間要用盡。正方上元1分0秒，最多可以限定10時。所以有方咧，今日咧就係寧願我哋咩都唔做，我哋唔好收錢啦，我哋人多人流管制咯，預約系統咯，錢係唔需要賺㗎，我唔需要多一筆資去嗰度，因為我哋有政府無限同我哋幫錢啊嘛，所以我當你今日一日調咗有4000萬，我係每個人收佢50蚊，已經有2萬蚊，咁點解你論證呢筆資金，點解我將佢擺去保育唔係一個好處咧？成日話要搞生態保，其實有方自己都承認㗎，但係齋講冇用，要有錢先做到，所以我方立場好簡單，你俾幾廿蚊。唔會去到政府嗰度就唔見晒，我哋會循環投放去需要做嗰個嘅生態嗰個區度啊嘛，用呢啲錢咪可以做實事，去整好啲設施，請多啲人嚟監管，唔係有方
屋都負擔唔起。如果連郊遊都要俾錢，咁香港人仲可以喺邊度去放鬆呢？環境教育係要由細培養。如果學校大學生都要考慮門票支出嘅話，咁學生又點樣可以建立同大自然嘅連結？第三，講管理，有方法收費就可以管理人流，但其實而家已經有更好嘅方法，例如限制某啲嘅承載量啦，實施分時段嘅預約制啦，加強巡邏執法等等，呢啲措施都唔使收費就可以做到監管嘅效果。相反，如果收費嘅話，反而會令到管理變得更加複雜，要考慮退票啦、優惠票、年票嘅等問題。最重要嘅係，收費模式會徹底改變保育區嘅性質。一旦收費，運營者就會諗住點樣先可以賺更多嘅錢，就會諗住加設更多嘅收費項目，好似餐廳、紀念品店、觀景台等等。到時候保育區就會變成主題公園，完全違背咗郊野公園嘅原意。有方提到需要更多資金做保育，但係依家已經有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漁農自然護理署嘅恆常撥款，仲有商界贊助，所以問題根本就唔係冇錢，而係要點樣用錢。我哋要做嘅係優化資源分配，確保資金真正用喺保育工作上面，為落美好之意換到好前途皆負數。大自然係屬於所有人嘅，唔應該被金錢定價。今日如果我哋容許收費模式存在嘅話，就等同於向商業化低頭，放棄咗保育嘅核心價值。保育唔係生意，自然環境都唔係商品。我哋要守護嘅係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自由咁樣享有大自然嘅權利。多謝各位。反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31秒，無超時無雙1分。現在有請反方結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可以向計時器。各位大家好，今日我哋有翻同意，我哋三分同意咗我哋嘅控制人，我哋達成咗我哋生態保育區嘅成效。咁我發現而家係做緊㗎啦。咁你哋又覺得我哋而家收錢係相當於削弱嘅意義？咁問題係，咁我哋而家香港有咁鬼多博物館，咁佢哋嘅目的亦都係為咗為咗宣傳一啲學習嘅意義。咁如果按照你哋方邏輯嚟講，咁我哋不如我哋都將呢啲所有嘅博物館，不如我哋全部都資助免費，咁就唔好收費啦。我哋因為咁我都削弱其中意義啊嘛。咁你哋又擔心入面嘅成效唔高，咁問題係而家我哋推行咗呢個收費政策，咁我哋啱啱轉咗提出咗，咁就算推行咗呢啲收費政策之後，我哋人流就算下降咗80%，你依然都有人嚟，咁樣咪代表咗我哋就算真係推行咗收費政策，咁但係我哋都有收益，咁我哋又都係獲得利益咯。咁我哋呢個收費政策創造咗一個更好嘅環境，咁都係俾你哋呢方面嘅政策係可持續性係高啲㗎。咁我哋而家單靠我哋呢個保育生態環境，我哋單靠政府嘅孤軍奮戰同埋有限財政資源，喺棚地保育需求面前簡直就係捉襟見肘啦。咁我最後就淨係可以進行一啲頭痛醫痛啊、腳痛醫腳呢啲被動管理方法，冇辦法由根本上面去解決啲濕式嘅退化、各種消失等嘅系統危機。咁你哋亦都提出咗你哋啱啱亦都認為政府嘅資金好似永遠係取之不盡嘅，但問題係現實係我哋政府嘅部分永遠都係同其他更加迫切社會議題，例如醫療啦、教育同埋房屋等唔同嘅政策喺度競爭呢啲資源嘅。咁而家就連面對一啲知名環保組織都要指高腰加我哋補貼具有資產嘅具有嘅現象，咁你哋會睇到政府有責任就撇除咗一啲
責任，對於解決一啲生態危機，例如珊瑚白化啦、馬蹄蟹棲息地被破壞等迫切嘅危機，簡直係毫無實際嘅幫助。咁我方提出嘅收費模式，正正係為咗推動成個保育資產嘅經濟模式轉型啦，將佢由一個不斷燒錢，淨係得支出冇收入嘅負擔，轉變為可持續發展嘅體系。咁樣就可以為短時間之內提供政府投入保育嘅誘因。你哋啱啱有分同啱啱亦都將我哋收費模式污名化啦，認為我哋係脱離保育嘅初衷，但其實實際上係對保育理念嘅誤解。真正嘅初衷係要令到呢啲生態嘅系統得以繼續存續，而非俾佢繼續惡化落去。咁我方必須正視，保育嘅根本就係需要持續投入資源嘅事業，單靠政府嘅補貼或者啲慈善嘅捐款係永遠係被動嘅同埋唔穩定嘅。咁我方認為香港擁有咁鬼多珍貴遺產啦，咁我哋要保持同埋保育呢啲遺產，就要通過收費嘅政策，呢個就可以令到市民唔單止可以經過市民想要去觀看呢啲生態保育區嘅意願啦，同時都可以管制人流，將園區被破壞嘅機率降至最低。咁我哋永遠都唔會一刀切，將同一個收費政策應用喺所有嘅保育區入邊，因為我哋認為呢個收費政策係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我哋應該可以先觀看一啲成效，再慢慢推到其他保育區，因為呢個係一個去連結政府同埋市民嘅橋梁。多謝各位。正方結表發言時間為3分4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我需要啲時間，所以可能要俾其他評判先，唔好意思。係，但我 OK 嘅，覺得自己都用嘅，所以可能靠俾其他評判先麻煩。我哋大家都需要啲時間整理個分數，係唔好意思。似講説講話咯，即係例如係政府方一直喺度講生態保育
係唔包括郊野公園嘅，佢只係包括一啲即係例如係米埔啊嗰啲地方。咁但係反方係覺得啊，生態保育區咧係會包埋保護區嘅，例如係郊野公園啊、海洋公園啊。咁當你哋兩方嘅即係嗰個本身嗰個 background 嗰個 grounding 都係咁唔同嘅時候，你哋都冇試過去聆聽對方講嘅嘢就講説講話嘅時候，我覺得大家就只係去，即係你哋冇得辯過咯，你哋就係講你自己即係辯方支持嘅嘢啦。咁之後講正方啦，我覺得正方有即係我會比較聽嘅係一啲句子嘅修飾啦，因為我覺得你哋有時講嘢咧會太盡咯，即係 I mean 你哋講嘢會太，如果粗魯啲講係比較硬意嘅，就係即係例如係生態保育唔一定要發展，咁你又即係咁你收費模式，即係喺單挑度嘅生態保育同一定要發展啦，咁如果唔一定要發展嘅話，咁你收錢嚟做咩？咁你就唔使冇啦咁樣，跟住同埋即係我記得好深刻嘅講20蚊都俾唔起嗰個，即係3D 嗰陣話基層市民連20蚊都負擔唔起，我而家同佢講係真係負擔唔起啊！咁本身郊野公園即係同埋你哋都冇乜，即係我都冇乜聽到定義就係你哋蘇科嘅生態保育區係淨係做保育啊，會俾人入去睇啊？咁但係會俾人入去睇就變咗一個教育嘅用途㗎咯喎。咁教育嘅你係咪限制教育嗰個，即係會有個框架喺度咧？就係我淨係限俾得起20蚊以上嘅人先可以接受生態保育區嘅教育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好硬意咯，呢啲説話就即係如果下次去 3D 即係比較，即係我知你哋個站方自己係站得好強或者好相信自己嘅站方，但係有時你講港府政府制定一個政策咧，係要顧及唔同階層嘅人嘅。咁如果你直接話，即係某一個基層電商去做咩，或者係如果佢俾唔起嘅話，咁就唔好去啦咁樣嘅話，咁我覺得呢個係同你蘇科保育係有少少背道而馳嘅東西。咁跟住，同埋我覺得政結講個類比有啲奇怪，話博物館嗱，第一博物館咧係你唔可以觸碰任何嘢嘅，佢會有全部都係保護嘅東西啦，有欄杆咁樣，但係生態保育區咧，以我所知就冇有，因為咁如果唔係嘅話，啲珊瑚都會俾人摘晒啦，又會俾人浮潛啦咁樣，同埋即係話博物館收錢都係為咗保育啊點點，但係有啲博物館係完全唔收錢喎，香港鐵路博物館就完全唔收錢啦。咁佢咪可以，但係佢都會做到保育用途㗎，大家都係冇破壞喎。咁所以我就會質疑一個嘢就係、即係收費模式係咪，即係好似反方 judge 嚟，收費模式係咪唯一嘅方法可以收方？好似你哋嘅説法就係提升翻一啲即係入場人士嘅質素啊，識保育嘅人咧先可以入去睇觀賞珊瑚，而唔識保育嘅人咧，我就要隔絕佢啦。咁但係其他博物館都即係用一個類比，但係其他博物館都冇受到破壞，又冇用收費模式，咁你點解釋咧？咁樣咁我就會即係去諗呢樣嘢咯。咁呢就係反科啦，反科我覺得你哋成日會講話即係行政費用好高昂啦，即係你嘅收費模式咧，又要起一啲收費站啊，又要有好多人力資源嘅分配啊，樣樣都係錢咁樣。咁由收即係你想講係即係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啦。咁我想問嘅係，你有講話你可以好似唔記得大欖郊野公園定唔記得邊個郊野公園啦？佢哋有承載量嗰個 setting 嘅，又有一個預約制，咁但係起呢啲都要錢㗎，都要人力㗎，咁樣咁所以我諗反方你哋要即係喺打呢個方案嘅時候都要諗下，究竟其他引入收費模式嘅嘢，同相比起承載量或者你起一個預約嘅系統嘅時候，邊個嘅成本會高昂啲？邊個回到本，邊個回唔到㗎啦？我好贊成正方講一樣嘢，就係保育係要錢嘅。咁但係係咪用收費模式去賺錢咧？咁其實唔用收費模式都可以用周邊嘅，你都可以即係有唔同嘅方式㗎。咁但係我
商業化。即係有好多嘅收費模式，即係好似雖然我都冇話真係聽好清楚，究竟嗰個過渡區嘅收費究竟係你咁樣收費咗之後咧，你嗰個生態保育區會變成自負盈虧啊，定係政府繼續去即係維持有基本收入啊，定係會繼續有其他分定去支撐住呢樣嘢啊？咁但係當正方嘅 setting 未 set 清楚嘅時候，有方就話一面個商業化咧一定係 worse 㗎啦，一定係令到保育啲即係啲錢一定唔係去保育嘅，一定係點嘅。嗱，打辯論唔可以成日講一定，因為冇嘢係一定嘅咁樣。即係我就覺得你哋可以去即係揾料嘅時候都可以睇下唔同地方，即係唔同生態保育區嘅收費模式，究竟係咪啲錢啲開支係咪真係全部攞晒嚟去做商業化嘅發展，而唔係進行一啲保育嘅工作咯。係啊，就係咁樣。覺得一個問題咧，就係大家對於自己條線究竟有啲位踩到好盡，好似唔係好 sure，咁然後就會聽咗一啲會有啲矛盾嘅位置出現咗，兩邊都有嘅。譬如正方，究竟你今日係雖然你講咗好幾次話我有做咗保育先，做完保育先至收錢，咁但係同時你又會有啲嘅字眼出咗嚟係話賺錢唔係好重要啊。唔發展都 OK 啊，唔係好必要啊。但係另一方面，你又會講佢而家係我而家好冇錢啊，我真係做唔到落去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暗啞底你應該係在意個錢嘅收入有幾多㗎。咁但係另一方面，你又講到自己好似唔在意咁樣啦，覺得即係我會覺得你揀定你嘅立場之後，就可能你唔係咁諗嘅，但係你某啲用字或者個字眼咧，就會令人我會覺得可以修飾一下咁。即係當然賺錢同即係賺同埋有收入係兩個 concept 嚟嘅，咁但係咪一定要用呢一個 put 法或者用呢個講法，我覺得唔係咁好聽，又或者用自己道具使用為攻擊你，都 which 嘅咁係冇嘅。咁但係如果有人有為攻擊你嘅時候，我會覺得你唔需要用呢個講法啦。咁而反方都係啦，譬如佢哋會講到話究竟今日係要即係你哋係想要少啲人？即係你哋嘅眼中應該係咪覺得所有地方都係少人啲就係好事咧？但係你哋自己出嚟講嘅時候，又會話有啲譬如出面會話有啲地方係好偏僻大帽山啊，唔知咩郊野公園其實好多人去嘅咁樣。咁喺你哋眼中，如果你哋將呢啲嘢都視為係嗰個生態保育區嘅一部分嘅時候，其實仲係唔係要少人好咧？或者你想見到嘅改變係咪想要再少人啲咧？咁究竟你哋想要一個點樣即係嗰個原理想做啲乜，或者係咪所有情況都適用？咁可能呢個位就要諗一諗啦，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喺一啲嘅論證上咧，我會覺得可以做得再緊密少少嘅。例如係正方主辯會開出嚟話，你哋 point one 咧就係講緊減低嗰個人流啦，因為有個門檻之後咧就可以留低一啲有心嘅人做到嗰個平衡嘅保育啦。咁我第一個問題會問嘅就係我俾得起錢代唔代表我就係有心保育或者就係唔會破壞咧？個邏輯上當然你有一個門檻係可以減少被破壞嘅機會啦，因為嗰個人流係少咗啦。咁而對面亦都會應你嘅就係咁人流少咗，可以用人流管制嚟做啦。咁但係你哋要如果你係想 put 到個 point 係講到話可以隔絕一啲破壞嘅人，即係你頭先你有一句我覺得我 OK 嘅，但係我覺得可以傾向呢一個方式講多啲，就係你話破壞嘅人係冇成本啊嘛，即係因為佢有成本，咁所以佢破壞起上嚟呢個行為，即係邏輯上佢就應該會少啲機會去破壞，咁我覺得係 OK 嘅。但係你頭先個 put 法，我會聽落似係總之我有收錢啦，咁然後就可以隔絕咗，然後留，因為你一句話留低嗰啲有心人，類似咁樣嘅講法啦，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即係嗰個收錢同埋留低啲有冇質素會唔會破壞嘅人係應該冇一個必然嘅關係㗎嘛？你唔係做緊一個質素嘅篩選，你做緊一個財力嘅篩選喎。咁第二就係譬如即少啲人係咪就必然可以做到保育嗰個位？我覺得都可以論證多少少嘅，因為你最多俾你做到就係承載力嘅問題啦。咁但係承載力你都講咗係有人管制嘅時候。我又唔係好睇到究竟收錢同唔收
想係真係減好多人，又或者你想令到大家嗰個破壞嘅成本再高啲，其實理論上你收費應該高啲嘅。咁但係你又會開到20蚊咁樣，我覺得20蚊真係打個突嘅，坦白講。20蚊聽落第一就係你嘅方法係大家俾唔俾得起啦，咁我覺得 OK 我俾你過。咁但係你想要做嘅，你做呢個篩選嘅工作嘅時候，20蚊又可以篩選到幾多人先？咁調翻轉啦，如果你識到個價錢好高，咁可能就會牽涉到就係話係唔係一個公平嘅做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冇得查嘅，即係譬如你真係有需要嘅話，而家去海洋公園咁都會有政府資助，或者我哋會有一啲可以幫助到基層市民嘅做法㗎嘛。咁你就要嗱，我唔係話你一定要行呢一個 approach， 但係你要諗清楚你想行邊個 approach 咯。即係你同時傾完佢嚿嘢嘅時候就好奇怪啦。你又要做到嗰個質素嘅監控，但係你只係收20蚊嘅時候，咁究竟做到幾多咧？咁然後就係而反方主線上咧，我覺得爭呢個位可以論證得多少少。我諗去到二庫嘅時候先聽到啲啲啦。咁就係究竟商業化有咩問題？對面都你 3D 嘅時候都俾人捉咗呢個出嚟打嘅，就係你講好多商業化好多本質上嘅嘢。我覺得要講得好好聽，其實有好多嘅講法。譬如你頁面開始出嘅嗰啲嘢，我都可以用極多就開始講啦。即係嗰啲自然資源啊，大家公唔公平啊，我覺得呢啲嘅呢個道德高地喺你哋度㗎嘛，咁可以做少少就攞啦，或者做即係再打長少少呢個位啦。同埋我諗我嘅打法可能會係嗰個今日開咗呢一個先例啦，即係等於點解我哋唔發展郊野公園或者要即係有一啲嘅規範，係因為如果我呢樣嘢嘅本質上係佢唔攞嚟賺錢嘅，咁雖然你今日話淨係收入場費啦，咁which 我覺得對面都可以喐翻呢個位嚟打，就係佢哋會屈你好多啊，要有收費項目啊，有好多嘅基建啊，咁但係喺你哋嘅方案入邊，基建喺個過渡區度㗎嘛，所以理論上係唔會破壞到嗰個環境啦，而你哋都從往嗰個有收費項目啦，咁第一就唔屈對面啦，咁但係個方法可以係你會唔會擔心以後開咗個先例之後會出現呢啲情況啦？咁對面咧都有打到出嚟嘅情況嘅，譬如你哋會講話頭先有一嚿就係呢啲係一庫啊，跳過呢個環節啦，唔好意思啦，我可能 miss 咗少少，但係我有啲印象就係你哋1、2庫同埋單挑嘅時候咧，有啲位你打到後面個反駁嘅時候，我理解點解你會咁講嘅，但係對面嘅 exact wording 唔係咁樣嘅時候，可能你有啲字轉一轉咁啊，我第一下就覺得其實你會講到呢樣嘢咧，但係唔好意思，我真係一時三刻可以翻個例子嚟，係啦，咁係咯，我諗即係其中第一樣大家都可以做嘅就係留意翻你自己嘅主線或者立場上有啲矛盾嘅位啦。第二樣就係喺嗰個論證上面可以點樣緊密少少啦。譬如係唔係必然就會有呢個即係嗰個費用攞咗嚟做行政成本咧？甚至當你鋪到個行政成本咁大嘅時候，我有一個數字都聽唔到嘅喎。即係你求其講下呢嚿嘢要幾錢咁樣都好啊，係啊。咁第三就係嗰個聽清楚人哋講緊啲乜啦。即係我覺得大家有少少唔係好留意到對面講嘅嘢。第四咧就係 present 上咧，我覺得有啲嘢咬字啦、時間控制啦、速度啦，咁雙方都有可以進步嘅位嘅。咁尤其是譬如係我對於呢樣嘢係比較有要求嘅，呢樣會影響我哋前鋒嘅分數嘅。例如係純粹啦，然後例如係撥款啦，亦都例如係龐大同埋初衷啦，唔係初中啦。然後咁鬼多一個比較，我唔傾向喺場上聽到呢一個講法，我會聽到2次啦，係啦。咁係啦 ，sorry 頭先論證嗰度有一樣嘢想補充嘅。反方2庫我聽到你出咗一個嶺南大學嘅數據，但係嶺南大學嗰個教授係教啲乜嘅咧？我覺得需要講嘅，係大致上就係咁樣咯。唔該晒。首先好辛苦大家準備咗個辯論嗰一朝早過嚟。咁我頭先即係喺聽嘅過程入邊，都係覺得入邊都有幾多焦點同埋好清楚嘅地方啦。咁先講反方先啦。咁咧，譬如一開其實咧提前個
對方嘅感覺，再加上咧後面嘅即係你成個主線可能好多位置都係開緊同郊野公園有關啦，即係始終郊野公園都係喺施政報告入面講到係一個生態旅遊嘅針對嘅地方啦。咁但係始終人哋政府開嗰個主場根本就唔淨係不只是郊野公園啦，咁所以可能你要揾下呢啲特質啦，或者諗下呢啲特質啦。其實頭先正方一開始開到譬如米埔，咁大家都知道米埔係觀鳥啊 ，OK， 咁呢一啲嘅例子啦，咁橋咀都去睇珊瑚啦，我諗呢啲其實大家都可以大概估到入邊嗰啲內容咯。咁所以就唔好停留喺講郊野公園啦，即係因為其實佢個開真係冇開到郊野公園啦。咁變相聽嘅時候，大家又好慮到大郊野公園呢樣嘢咧，就我又覺得唔係好合理啦。跟住第二點咧就係喺一個開始，大家就講到咧入邊接收嘅錢咧，跟住就會叫開餐廳咁樣，我聽到嘅就係咁咧但係我又唔係好明點解收咗錢之後就一定會有呢一啲嘅行為咯。其實我覺得推論喺呢個位置唔係好說服到我。總之我收咗錢咧，跟住就要嚟開餐廳啊，就可以咧要你著我開譬如紀念品商店諸如此類變得商業化啦。因為頭先無論係你哋啦，定係一開始正方其實都係講嗰嚿錢係要去做保育㗎嘛。咁點解會無啦啦要咗，即係好必然地一定要開餐廳咧？即係嗰個唔係海洋公園喎，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推論有啲過速啊，令到我覺得咧個商業化好似係一個好必然嘅結果，而唔係就住我哋收錢即係保育呢樣嘢。其實大家都係收錢，即係去保育呢樣嘢係重要，只不過係通唔通過喺遊客開遊客都啫嘛。咁所以而家諗就係點開，即係好似你哋講嗰個形式點樣，即係點樣收錢啦？點樣去有唔同嘅階級呢啲啦？頭先評判講嘅行政費啦，有幾多嘅行政費咧？或者你可以睇下而家現有咧，我頭先因為我好少去參觀呢啲生態保育區啦，因為我就去睇下香港咧唯一生態保育區收錢咧就係就係呢一個濕地公園啦。濕地公園咧就係漁護署去管轄嘅喎。咁其實咧，第一佢冇另開一個團體去做管轄啦。第二咧話係政府部門嚟㗎嘛，變咗佢係咧變咗有一個公帑咯。咁係咪咁嘅情況之下，呢個收費模式咧會更加貼合你哋所講嘅嗰個形式咧？又或者其實好似頭先講博物館呢一個咧，我聽完又覺得有少少有趣，因為唔係所有博物館都要收錢嘅，而家大部分博物館都唔使收錢嘅，只有咧呢啲專題嘅展覽先要收錢，因為佢就想做到教育嘅效果嘛。其實你哋想講嘅生態博物館係咪就係想做到呢一樣嘢咧？從而令到呢條路嚟講就所有無眼嘅人都可以參與，甚至咧低收入啊、有細細個啊都可以去欣賞咧香港呢啲咁嘅生態保護嘅形式。咁如果佢咁樣揀條線就會，即係喺我自己嘅態度就係覺得咁樣相對就會再容易啲啦，係咪先啦？咁咧同埋咧有時有留意一點就係咧有一個好慘嘅死咗好慘嘅前後矛盾就係、你一開始同我講到係生態旅遊啦，跟住咧喺自由辯論度我講唔反對減少人流喎，咁就好大鑊啦，因為你一開始講生態旅遊，你都 keep 住個人流嘛，好驚收咗錢之後少人去嘛，但係我變咗唔反對減少人流喎，咁就好大件事啦。咁所以咧小心即使係自由辯論好緊湊啦，咁但係你嘅你講咗嘅咧就好容易我哋聽完就會知道啦，咁樣啦。第二咧就係跟住就講正方啦。咁咧喺正方，我覺得去 set 呢一個嘅方案咧，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咁同埋咧，我頭先因為我真係啱啱先去做實習啦，咁咧除咗頭先講嘅濕地公園之外，我哋可以參考鄰近城市嗰個收費模式喎。因為咧台灣應該頭先係野柳嘅生態區係收錢嘅，跟住係收好似60蚊台幣，除翻4即係香港12蚊咁樣。咁就係作為一個即係阻嚇性咁樣啦，因為佢嗰個即係始終都係一定要保護地方。但係咁我都認同頭先評判所講就係，如果我哋一開始講我係要提高入場門檻，即係如果佢入嚟有新破壞咧，就要免費啦。咁所以我平又好似唔係做緊呢一個篩選嘅工作喎，咁樣。咁所以咧可能會即係喺做呢一個條件嘅時候咧，要再諗一諗點樣樣去做到嗰個篩選
篩選嘅工作。即係如果你話十幾蚊係一個代價嘅話，我又覺得講唔過去啦。咁但係如果你太貴嘅咧，咁你就變咗亦都真係失去咗嗰個吸引力。又或者你之前話俾我聽咁貴係真係買翻落去，而呢一個循環係可以做得到咯。所以就喺呢個位置聽落就覺得即係要諗一諗要查咁樣啦。咁頭先評佢都講到有啲詞語要準備嘅時候，可能要查點樣讀啦，中級變爪市民擁有上號款即係會好。即係如果因為咧，其實辯論嘅節奏咁快咧，我哋聽嘅時候係好快去消化同埋好快去梳理啦。你講錯咗，我就要再諗下你本身嗰個字想講啲乜嘢，然後我先去投入到你嗰個主線咧。比起一啲情況，我覺得係影響你嘅表達。即係其實我哋評分嘅時候，你見咁短嘅時間，咁我都希望即係呢啲大家既然準備咗個稿件，就唔好浪費